請問你知唔知道大灣區有咩城市？知道啊，例如珠海、澳門算唔算？咁你喺呢6個月之內有冇去過大灣區嘅其中一個城市？有啊，我有同過我班 3C 一齊，同埋都有自己上下深圳玩。咁你覺得嗰度嘅城市嗰啲交通規劃好唔好啊？交通規劃都幾好嘅，不過可能住慣咗香港就覺得香港係第一名。咁總括而言啦，你中意翻內地？你中意翻內地嘅程度係點啊？如果冇翻嚟點辦啊？咁啊，都有3.5或者4分。你想唔想上普通話？好，拜拜。拜拜。